稻田環繞，白路相伴，糕點師楊文傑嘅甜品店就開設喺崖口村嘅黃金地段上面，推窗見景，空氣清新，對佢嚟講，呢啲都係高級嘅享受。好清新嘅稻田香味㗎，係啊。咁佢黃色嘅時候咧，個稻谷香會更加明顯，會好舒服嘅。而家聽住啲雀仔聲都好舒服㗎，出班味。同好多年輕人一樣，楊文傑曾經亦都好向往大都市嘅生活。7年前開始踏足烘焙行業，去過上海、深圳等城市打拼，但係生活節奏快、成本高、通勤時間長，呢啲都令佢倍感壓力同焦慮。喺個幾月之前，崖口村負責人向佢遞出橄欖枝，親自邀請佢返鄉創業，打消咗佢嘅顧慮。對大部分嘅年輕人咧，即係翻嚟創業咧，佢哋對一啲即係包括宣傳上邊啊，同埋一啲可以幫助到嘅一啲租金問題，可能都會去協調。即係佢相對比你嘅即係開始嘅成本會低啲，都會有關照到。楊文傑嘅甜品店啱啱起步，就已經有清晰嘅規劃，要做出崖口村嘅特色甜品。喺甜品當中，以崖口村盛產嘅富西大米、本地蔬果等原料製作甜品。它是有那個米飯的香味，然後再加了那個奶香味道，最後它的口感會有一點點嚼勁。整緊呢個南瓜包咧，呢個南瓜都係我哋自己村嘅邊種嘅。因為我本身自己都係崖口人，對崖口村其實有一片土地嘅熱情。咁我喺呢度長大，我睇住佢一步一步咁變更好，我都希望我可以用我自己學到嘅嘢喺出邊打拼嘅時候積累嘅經驗，可以回饋翻家鄉，喺呢度做一番自己嘅事業。目前崖口村已經有70幾個本村青年返鄉創業，經營咖啡店、甜品店、茶飲店同埋民宿，業態經濟更加多元豐富。最近為咗深入實施100萬英才匯南粵行動計劃，崖口村更主動出擊，奔赴各地招攬青年人才返鄉創業。唔少商家表示，得到崖口村嘅支援，令佢哋更有信心留低扎根發展。村它本身給了我們是比較多的幫扶和支持的，然後我們在經營當中有什麼問題跟困難的話，向村委會那邊提出的話，他們也是會相當很快的去落實，並且幫助我們解決問題等等。譬如話，我哋會幫你哋引流啊，又唔使擔心冇人氣嚇。咁我哋喺地段方面呢，即係喺佢哋嘅門面方面，我哋都推薦咗，即係我哋最合適啊、最靚嘅一啲位置俾佢哋去創業㗎啦。將來崖口村會進一步提升村內嘅居住環境，繼續優化營商環境，以聚集更多人氣發展經濟。